刑事局统计，去年咱台湾防诈骗的金额是有88亿外，创历史新高哦。为着要加强民众对诈骗的警戒，新北市警察局对校园出发，教学生囡仔来斗宣传哦，甲相关的知识甲讲互时代来了解，增加民众反诈骗的意识。 学生囡仔提出手机发信息予厝内的人，但详细看内容写着投资稳赚拢是假的，爱注意。新北市警察局为着宣传反诈骗，想出由囡仔来发信息予厝内长辈的创意，来到新北中和高中宣传。学生讲，家己手机嘛定定收到诈骗信息，经过这个经验，唔来向厝内人宣传反诈骗，伊嘛想要将信息传予更较多朋友，望减少诈骗。3不5时就会有，可能1个月就会有一通诈骗讯息。 传给班群朋友，对，认识的人，希望大家不要受骗。警察局讲，这几年投资稳赚未了的诈骗增加，因发现其实侪受害民众拢是为着厝内人，尤其是囡仔的未来，才想要赚更较多钱。所以因想讲，先让学生了解诈骗的手法甲危险，再由囡仔发信息予厝内人，透过时势去影响时代，强化民众对诈骗的警戒。 过去我们将这个防诈宣导都放在这个有资产的人这个身上哈，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他们是希望将这个家里的环境改善，才会想要去投资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是透过家里的晚辈，希望这些长辈们能够听到晚辈的建议，每次如果接到这一种诈骗讯息的时候，能够谨慎的小心。 根据刑事局统计，去年全台被诈骗的金额总共88亿外，创历史新高。新北警察局呼吁民众若有接到投资稳赚、交朋友等等的信息甲电话，一定爱先敲165反诈骗专线，保护家己，唔通互人骗去。记者王考山、柯明哲，新北报道。